城市咧要到啊，予人号做是国庆鸟的蓝鹭鸯，准备要飞过台湾，大家拢真期待。因为即礼拜赤白鸯会先飞来台东，已经有真侪人拢等要欣赏啊。台东卑南乡石脚山，早起若去伫山顶，会当看到规阵的麻叶对气流安尼飞。即马看到这规阵的是赤白鸯，数量有1000多只，规阵在空中拍酷射，看着真壮观。哇！15万只的翅。台东县野鸟学会解说员最近开始带民众去山顶看鸟啊，发现原地内南边过冬的赤白鸯，自本是9月初就会到台湾，可能受到风台的影响，到9月底10月初才飞来到台东。嘛拄好这几天真好天，是观察因规阵飞行上好的时间。数量最大群大概会有200-300只，它们在空中随着这个气流盘旋，就像一颗球，我们叫做鹰球，它非常的壮观。然后它们整队集结往南方飞行的时候叫鹰河。台东县野鸟学会表示，赤白鸯比蓝鹭鸯较大声到位，一般拢伫咧双十字卡刀会飞过台湾。目前已经观察到蓝鹭鸯准备要规阵通过台东的空隙。这礼拜6礼拜已经招想要看鸟的人，准备去台东的石脚山、甲药山的山区，欣赏一年一届渡鸟飞来台湾壮观的画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